大家好啊！今日睇一個黑沙環細價上車盤，樓下食肆、學校、超市、成熟生活區應有盡有。呢個單位約530尺，2房1廳有裝修，客廳4正小臥居應有盡有。獨立廚房，有明窗。再來看看大露台對街，向聖保祿學校開陽光猛。睡房是正有窗。洗手間都係有窗。總價只係200萬頭，首期10幾萬就可以輕鬆上車，快啲聯繫小編約睇啦！